后来继续来到宜兰的三星乡，有一条兴建溪，迄个水是清甲会当看到底，而且附近的农产一向拢是以无农药的自然农业来出名。但是这2天，规条溪竟然变做红色的，都袂输是汇流成河共款，看起来是真惊人。原来是有人伫咧顶流，这个清洗到高浓度的红色的色料，直接就甲废水倒伫咧路边的水沟，才会甲规条溪染做是红色的。这个在地乡亲是气大大。民众用手机翕这段画面，原本清清的兴建溪，即马就亲像是恐怖片的情节，竟然安尼过一片红记记。这几张相片看起来更加恐怖，真明显，这溪水是比食用药较红，附近的居民受气阁无奈。我种的遮我嘛烦恼啊，加在这几天落雨，我免压水。无我的菜我嘛袂食哩，我这拢种家己食啊。其实才有袂少人家己咧种菜，嘛积极推动无农药、无化肥的自然农业，但是这款的灌溉水源啥法都接受，去甲向环保局投诉，希望会当想办法找出什么人乱倒垃圾水。一位吴姓的民众因为他购买了一个中古的那种染剂的那种桶槽废水，就直接在他的路旁的那个水利沟渠就直接排放。虽然目前溪水已经恢复清清啊，不过环保局也是将这进前受污染的土甲水带回送验，会依照经济的轻重开罚3万到300万，嘛要提醒民众，若因为一时疏忽或者贫惰，变成是污染水源的凶手。